咁啊，拍完嗰45條 MC，咁都有啲感受或者一啲嘅心得想同大家講啦，就係我拍嘅時候咧，可能有某一兩題係真係比較難去處理嘅，咁都拍咗幾次先 OK。咁我諗可能大家真實，如果到時考試咧，都有機會遇到啲咁嘅題目啦，即係唔係話啲咁嘅題目嘅，而係講緊可能會有啲咁嘅情況。可能有機會真係束手無策，但係想同大家講，究竟入場嘅時候應該要做嘅流程係點樣呢？咁我個建議就係大家可能一開頭嘅時候先處理晒第一 round，先處理晒啲最簡單嘅題目先啦，即係將你最好嘅精神放喺最容易得分嘅地方，係啦。我個時間就會可能係行自己30到45分鐘之內，係啦，將呢份卷入邊最簡單、最容易去處理嘅題目處理咗先，將應該要拎到嘅分數拎咗先，係啦。呢一樣嘢係要確保自己做到先嘅。咁可能大概你預可能呢個時間就會大概做到20零30條啦。咁係啦，目標第一 round 唔係要做晒所有題目，係要將最簡單嘅題目做晒佢。OK。咁第二 round 咧，可能試下做啲比較難少少啦，即係可能你有個方向嘅，但係冇頭先第一 round 冇諗住落筆去做，因為你可能覺得煩，或者係你會見到可能或者爭少少嘢啦，你唔知點處理好，咁啊喺呢個時候喺呢個階段處理埋佢係冇問題嘅。咁去到最尾啦，假設你都搞掂埋呢 part 啦，咁你可能就試下挑戰一下比較困難嘅題目，究竟應該點樣處理？係啦，我自己建議係咁樣咯。咁但係如果你話可能我想將最好嘅精神放喺最困難嘅題目度，先再處理其他，得唔得？唔係唔得，但係我想問嘅一樣嘢就係你平日有冇做開呢樣嘢？又或者你本身嘅策略係點樣？係啦，咁你唔一定要根據翻我頭先所講嘅嘢100% 跟足，你係應該跟翻你自己平日個習慣，係啦，你個策略係啲乜嘢？你去調節，係啦，咁係咁樣咯，即係我個建議就係要將本身能夠拎到嘅分拎咗先，其餘嗰啲就再睇下你當時嘅狀態係點樣，係啦，咁跟住咧就再想講埋就係，如果假設你有把握啦，係啦，咁可能剩翻少少題目唔知點做，咁可能你試下數題目。即係數答案咯。咁1至30題個答案分佈咧，就係可能7-7-8-8啦，或者8-8-7-7啦，即係唔同嘅嘢都有可能係啦。咁但係一定係最多同一個選擇啦，即係可能 A 啦，就唔會有9個 A 嘅，係啦，唔會有9個 B、9個 C、9個 D，係啦，最多得8個，咁最少都有7個啦。咁31到45都係類似咁嘅情況啦，4-4-4-3，最多係4個，最少係3個。OK，咁跟住咧就係、如果講話成份卷啦，1到45，咁佢就可能係11、11、11、12，係啦，有呢啲咁嘅分佈啦。你如果有時間有把握，可以咁樣做，係啦。咁假設如果冇啦，你可能就係撞晒你揀最少嘅答案咯，即係譬如可能你揀最少係 B 嘅，你全部撞晒 B。咁起碼確保你有一定嘅題目係會啱得到咯。即係如果你亂咁撞，可能有啲填 A、B、C、D 亂咁填，有機會真係全部錯晒噶嘛。咁所以最好就全部集中揀晒同一個，係啦，就係咁樣。係咯，咁大家喺呢段時間應該剩翻嘅時間就盡量可能調整一下個狀態啦。即係困難嘅題目我哋做過啦。咁嚟緊可能呢1個星期，咁大家咧就放鬆地做翻本身係啦 DSE 有嘅題目，係啦，你將可能熟嘅你嘗試練一練嘅速度，係啦，咁而唔熟嘅你都可能集中睇某一兩類嘅題型啦，係啦，多嘅可能未必溫得到，係啦，集中某一兩類嘅題型去處理咗佢，咁
盡量做到幾多得幾多，係啦，就係咁樣。咁啊，係啦，咁啊，同大家就講聲再見。